好，那讲到异位性皮肤炎，那长起来真正是上甲尾食袂困。不过即马更有新的疗法，就是漂白水。漂白水唔但会当消毒，即马更会当用来治疗异位性皮肤炎。高雄医学大学附设病院就提药水布，用亲像面膜的这个方式来加漂白水打伫咧患者的皮肤顶面，配合药啊呢来控制皮肤炎。也患者就讲哦，你上的镜头真正有大大改善，是改善要白啥？ 将市面上有得卖漂白水摕来甲滚过水，用1比1000的比例落去头，落尾用下档装伫咧药水布顶悬，然后就固定有湿疹的所在。这是高以皮肤包装佮首创的漂白水疗法。这位患者自细汉就因为异位性皮肤炎感觉真困扰，见摆镜头若压起来，若上甲袂食袂困哩，过绕甲流血流滴，真正食药啊控制效果有限。自从配合这款新疗法了后，伊的镜头已经改善8成。是有在吃那个抗组织胺的药物，在控制这个。 就是过敏的情况，但是就是因为还是会痒啊。后来听了王医师的建议，就是还是有，就是尝试用着他说的那个湿敷疗法，会感觉说，就好像不会像以前一样这么容易频繁的那么抓这样。 异位性皮肤炎有将近8成的患者伫5岁进前会发作，受到遗传基因、体质甲环境等等的影响，真歹根治。以前拢是食药啊注射控制，不过对重度患者来讲，效果会愈来愈歹。高医表示，经过因这几年的试验，发现将漂白水透布了后，用像打面膜的方式，甲固定起浸膜的所在，会当互皮肤顶悬的细菌达到平衡的状况，降低皮肤发炎的情形。用市售的漂白水稀释1比1000的比例，然后把它适当的加在上面，然后以不要滴下去为原则，适当的湿润之后，再把原来留下来那一半给它反折回来，让它外面保持一个干燥的状态，这样就完成了。然后只要等2个小时，这个干了，这整个袖套就可以脱下来。高医表示，这种漂白水疗法简单，需要的材料嘛免开伤济钱，患者家己踮厝就会当做。不过院方也强调，爱选无掺其他物件，纯度大约是5%的漂白水，而且边的部分唔爱避开，则袂无细致去用到目睭。记者柯家族赵阳高阳仓报道。